若计回头过来讲，这个中国要甲台湾报复，是禁止着咱的农渔产品来进口中国。拢讲绿色兴旺，农委会今仔日是推出着绿色兴旺的农渔产品的促销的方案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为今仔日开始到9月30，民众到指定的通路来买文旦、石斑、巴郎、白带鱼、五仔鱼，甲台湾雕这6项的农渔产品，单笔的消费满600块以上，就会当到农游馆的 App 来登录这个发票，安尼就有机会会当抽200块的农游馆。中国禁止台湾真侪项农产品，所以受到影响的，就是要买文旦啊。农委会8号开始推出农游馆3.0，帮助带动内销。推出我们农游券3.0，因为农游券2.0，我们创造了70亿的农业在农村的经济价值。为了鼓励内销稳定，农产品介绍推出新一波农游馆3.0，为即马开始到9月底，去农游馆活动有合作业者和4大农委会合作的平台。买文旦、石斑鱼、白带鱼、巴郎、五仔和台湾雕6农渔产品，若开600块以上，去农游馆 App 登录发票，都有机会会当抽200块农游券一张，预计发30万份的农游券。另外，外界这期中国进口来咱台湾的高头菇，半年来都验到20摆农业钞票，不过小数却无依规定暂停进口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时间卫福部食药署吴署长有提供相关资料给我，那我们的建议是，台湾是一个 WTO 的会员国，台湾所有的经贸依赖国际贸易市场，我们会完全依照国际的贸易规则来执行，台湾不会跟对岸一样采取这种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做法。一年一摆文旦产季，加码佫一摆推出农游馆3.0，民众在把握机会来参与，用行动同齐做伙来支持台湾的农渔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